嚟自內地嘅團啦，一如阿謝偉俊咁講咧，即係已經係即係撐住香港咧，半邊天有突㗎啦。咁呢個出現咗問題係必須要注視嘅。咁內地入境團導遊總工會嘅朋友有冇人想發言？有冇？冇。咁芝麻之聲講先。多謝主持。其實我哋芝麻之聲今日嚟參與呢個議題呢，就唔係借勢抽水要去追擊旅遊事務處關於拆巴士總站嘅事。而係話我哋關注緊嘅已經唔淨止係巴士總站嘅前途，更加係成個尖沙咀嘅旅遊規劃嘅問題。其實喺呢個議題上面，其實政府係冇得卸膊嘅，因為業界能夠做嘅嘢都係喺佢個經營、喺佢個運作嗰個範圍嗰方面。其實起碼有3樣嘢政府係冇做好。第一就係對從業員嘅教育同培訓，嗱呢一個我就唔花時間講。第二就係喺嗰個宣傳推廣個問題。試問今時今日香港人放假都走晒去話要去日本、泰國、韓國 shopping 嘅時候，試問即係話 shopping 呢樣嘢仲只係可以嚟香港做嘅咩？亦即係話呢一樣嘢其實係咪根本應該去作一個調教呢？你宣傳基調。我好記得謝偉俊議員咧，你喺舊年11月8號嘅城市論壇講過，香港嘅旅遊業個優勢係咩？就係中西文化匯水。其實呢6個字係喺70、80年代嘅中小學課本出現過。點解政府唔考慮用翻呢一個基調嚟到去推廣香港嘅旅遊業呢？好啦，另外一點係仲有一個情況呢，係簡直可以話形容到政府喺對旅遊業嗰個政策方面係不知所謂，喺個規劃嗰方面。前個星期喺尖沙咀發生一宗懷疑差人同旅遊巴司機嘅衝突事件。呢件事背後係存在住一個咩問題根源？係講緊尖沙咀係嚴重缺乏旅遊巴泊位，嗰個嚴重程度我哋研究過，淡季講緊車同泊位數目都4:1，旺季嗰條數我唔講啦，仲更加恐怖。但更加荒謬嘅事，呢度有張相，呢度係邊度？呢度係中間喜來登酒店後邊嘅中間道。旅遊好講緊尖沙咀或者甚至乎全香港好多地方要俾遊客上落車嘅地方，就好似呢度咁樣，旅遊巴係入唔到喜來登酒店嘅停車場，但係講緊出邊竟然係棟住個7:7嘅禁區牌喺度。試問一個咁荒謬至極嘅規劃，一個咁過時嘅宣傳，一個咁不足嘅教育同培訓，政府搞成咁，業界點努力有咩用呢？所以我喺度呼籲政府唔好卸咗呢隻鑊，我哋好希望政府同埋業界一齊努力，將香港嘅旅遊業喺70、80年代光芒重新展現。多謝各位。好，唔該晒。我哋好希望政府同埋業界一齊努力，將香港嘅旅遊業喺70、80年代光芒重新展現。多謝各位。好，唔該晒。林專員。係。好多謝呢位聽眾係啦，咁其實唔需要咁激動嘅，咁咧就嗱你提咗3方面嘅問題，咁第一咧就係呢個，第一咧就係呢個，俾專員講。係從業員嘅訓練，咁其實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同呢個旅遊業議會咧，就係過去幾年咧都係非常之緊密咧，就係咁去研究咧，就係其實唔係研究去實施一啲嘅課程，咁樣咧就係咧喺嗰個嘅導遊嗰方面，佢入職需要咧就達到啲乜嘢嘅知識水平，即係認識香港係認識幾多，咁就到咧佢3年之後咧續證啦。就係咧，亦都咧就係需要佢去考個試，或者咧就係咧再去咧就係接受即係幾個小時嘅再培訓啊，咁樣係嚟到咧係提升自己嘅技能嘅。咁喺呢方面，我哋係咪仲可以再做好啲？當然我哋應該係再積極啲嘅。咁但係咧就係話咧完全冇做過咧，亦都係唔公道嘅。咁第二關於宣傳推廣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好耐咧都冇再淨係咧係用咧呢一個 shopping 咧係作為咧去推廣香港嘅。旅發局咧。旅發局咧就係咧係有幾樣嘢咧就係推廣嘅嗱，例如現在今日喺呢一個尖沙咀嘅東部嗰度咧有龍舟嘅競賽，咁就係咧正咧就係旅發局咧就係都嘗試咧就係將今年全年咧中西匯水係作為一個嘅節慶聯咧咁去推廣香港嘅，咁而咧有一啲新嚟緊嘅，咁亦都喺度我哋研究緊一啲嘅新嘅方向，例如咧好似綠色旅遊咁，香港其實咧嗰個綠色嘅旅遊咧係好有潛力嘅，咁亦加上咧有呢個地質公園咧係更加嘅美麗嘅地方，咁呢啲咧都係我哋有潛質咧就係繼續去推廣嘅，咁當然。
咧美食啊各方面。咁另外咧就係正話咧就提到咧係好specific 嘅問題，就係咧關於係尖沙咀嗰個嘅泊旅遊車嘅問題。咁其實尖沙咀咧係一個嘅旅遊勝地嚟嘅，咁亦都真係好多旅遊車。咁但係咧香港係地少人多，咁相信咧泊位艱難咧，大家咧係認同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咧就係再去睇下點樣去處理呢個，成日咧都係咧喺我哋咧要處理嘅事項裏面咧嘅係佔一個好高嘅位置嘅嚇。咁好，今日或者我預請其他嘅現場嘉賓講者咧係稍微集中翻講翻我哋嗰個核心問題。今日因為咧就係由低廉旅遊團引發出我哋而家嗰個即係所謂質素俾人鬧啊嘛。咁嗰樣嘢點樣去監管咧？喺我哋剛才講到有冇辦法係由呢個團費嗰度去着手？大家都輕輕帶過，就希望唔好監管咁多啦。咁啊當然亦都有朋友話一定要監管。咁其實兩者之道點取捨咧？如果我哋今日講唔出個道理咧，就老實講咧，就係即係今日開呢個論壇咧，冇乜作用嘅啫。點搞咧？邊位有興趣？嗱，我咁講啦，謝偉俊分短期、中期、長期嚟講啦。短期咧，其實馬上應該捉晒所有前線嘅導遊員工，包括工會又好，佢哋職員又好，包括做入境旅遊國內線嘅老闆又好咧。所謂叫照費，講清楚咧，而家香港立場嘅底線係點樣？不論咧係全世界各地嚟又好，就算同聲同氣國內同胞都好，有啲水準有啲要求，我哋係唔可以接受嘅。有啲講法有啲做法，我哋唔可以能夠忍受嘅，係好清楚信息俾佢哋知道。話埋咧，我哋會點樣罰法？中期嚟講咧，當然我哋要馬上要同國內去溝通，好多嘢我哋要同佢喺源頭方面截止佢啦。但係長期咧，我俾有人圈我，長期永遠都係我哋一定要將我哋香港個入境旅遊監管啦徹底改革佢。我哋唔能夠再靠旅遊議會，再靠而家呢個架構咧，淨係識去 sell， 但係我哋本身冇人用腦去諗下我點樣 sell 法，成嚿嘢點樣做法。好似我哋譬如新加坡同佢比較，我哋好多旅遊政策香港係完全落後晒嘅，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就咁係用旅發局去賣嘢。我哋知道下我哋賣咗啲乜嘢，我哋嘅員工裏邊點樣做法。唔該曬謝議員，我哋時間關係休息一陣間先，咁啊第三節翻嚟再大家繼續討論好嗎？